证实说，这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那而且特别是因为我们一贯道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在当时的政府感觉就是只要是中国来的什么，就是有嫌疑，或者是你们的集会到底在做什么都有嫌疑，所以呢，对我们一贯道特别的严厉。然后道场呢，也是被勒令传道。那许多的前人前贤都被抓去关了。那师母知道之后他就说，既然他们要关，就关我好了，不要关我的徒弟；既然他们要折磨，就折磨我好了，不要折磨我的徒弟。那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关在就是自己的小房间里面，就让自己关了20几年，一直到他归空。那也因为师母他这样自求了20几年，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很神奇的事又发生了，种种的关卡刁难在无形中都会化解开来哦，所以道又可以继续办下去了。这一次这个大劫关考，师母又背负了起来。所以师母她其实默默的为我们承担了非常多的罪业，就只为了让道继续办下去。师母就在房间里自求，一直到民国64年4月4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老母荣封为中华圣母。那师母呢，她就像月亮一样，在黑夜里有月光皎洁，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也许不是很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怎么走。可是我们常常不会去抬头看月亮，原来是月亮发出来的光在照亮我们就像师母一样，她为我们做的这些付出，但是她其实不愿意让徒弟们知道她做的这些事情，就跟月亮一样，照亮我们众生内心的黑暗。好，那最后呢，后学想要用活佛师尊的这一首词训来跟各位贤贤分享。那各位贤贤，后学看完这些，就是学习完白羊禅圣行仪啦。那其实后学觉得，就是各位贤贤们，我们要看重自己因为在后学听讲堂的时候，后学曾经听过讲师这么说，他说那个有钱人辈他很佩服我们现在的修道人，为什么？因为现在修道人没有见过祖师师尊跟师母，但是呢却可以众生轻返，甚至全现在道场，是完完全全的相信道。是为什么？这代表我们跟道的因缘绝对不是这一世而已我们已经修了很久，才能在这一世再继续来参与白羊普渡的盛会，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看轻自己那最后呢，我后学用活佛师尊的词训来一起勉励我们自己。好，那请各位贤贤，您在电脑前也可以一起念。好，真修苦行即是成就未来的佛菩萨，顺境逆境即是锻炼佛性的真圆满，无为清净即是顿悟本来的滋润意，祥和融济即是凝聚道场的向心力，聚合善念即是化解喜考的光明灯，发心为诚即是种下与佛的善因缘。那后学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感谢各位前贤的聆听后学恭祝各位前贤法理充满，不逢感恩。感谢圣理讲师今天的慈悲白羊三圣的贤语咱拢知影讲伫迄个咱白羊期的头前就是黄羊期，你黄羊期要转变白羊期的时呢，是安怎咱会当在家修行伊拄则咧讲的咱的弥勒只是依行捌字伊要将道传